記錄我炒股環遊世界，今日去睇極光同埋睇鯨魚。極光唔係隨時有得睇，所以喺冰島嘅每一日咧都留意緊個 app。等極光指數高嘅時候，就好大機會睇得到。朝頭早先搭郵輪出海睇睇有冇鯨魚，途中見到海上面有道好靚嘅彩虹，海上面真係凍到眼水都出埋，所以我落翻下層保暖，順便睇睇自己嘅股票持倉。早排喺99.3買入嘅普普馬特已經進入升勢，成功盈利，但係另外一隻揸緊嘅商湯咧，就係處於上落橫行嘅格局，最後都係平手價賣出。不過股票就係咁噶啦，唔會每一隻都贏。喺船上面留咗幾個鐘，最後都係睇唔到鯨魚，有啲可惜。不過到咗夜晚，突然之間收到手機嘅通知，極光指數偏高，係時候出動啦飛雲。搭車去到近郊嘅地方，即刻見到極光，真係好靚好震撼。我用相機錄咗1個鐘嘅縮時攝影，你估下我影到啲咩？係跳緊舞嘅極光啊！冰島嘅極光會唔會太活躍啊？人生一定要親身用肉眼睇一次。好慶幸當年25歲辭咗職，投資股市令我見到而家嘅一切。目前冰島嘅旅程盈虧係贏1單交易，輸0單，平手1單。如果你想用最少時間換取最大嘅投資回報，留言極光，我會免費 send 俾你2025年股市懶人買賣策略。